換 Sir 醒醒你，今次講嘅卷4小組討論評分標準。咁考評局個考試報告呢，其實都喺佢個講解嗰度都係話呢，小討論個評分標準係得內容同埋態度兩方面嘅。咁呢啲我有時間會慢慢同你講啦。就算唔講，其實或多或少你啲老師應該都有話俾你知點樣為之做到嘅。當然，其實喺我同人考小討論嗰陣時，我發覺有好多同學其實係有意識或者冇意識地上面嗰兩樣嘢都未做得幾好。咁我到時都會同大家再講。不過我要提嘅就係我自己喺同我學校啲學生考小討論嗰陣時呢，睇佢哋做得好同做得唔好嘅地方，同埋其實考小討論你會遇到好多你估唔到嘅情況或者變數會出現，咁就衍生咗我教我啲學生嗰陣時會教，其實有3個評分標準嘅。嗰個評分標準就係有冇幫手帶好，或者令到個小討論係完全啦。好，第一樣要解釋嘅呢，就係其實早期開始有小討論喺公開試嗰度考嗰陣時呢，有啲所謂名師亦都已經教錯㗎啦。佢哋會覺得呢，小討論喺個過程嗰度呢，你能夠拗贏其他同你唔同立場嘅人嘅話呢，其實你就有機會攞5星㗎啦。咁其實呢樣嘢完全係錯嘅，因為小討論啊嘛，唔係辯論啊嘛，唔係要拗贏人㗎嘛。咁同埋喺拗嗰個過程嗰度，難免你可能喺個態度嗰度顯示出嚟你係唔有禮㗎。咁所以表現出嚟可能個情況就係你可能喺內容嗰度我加咗你分，但係因為表現出嚟嗰個態度係喺態度個有禮嗰部分嗰度係應該扣分，我同一時間又會扣翻你分嘅。咁所以其實即係話喺成個小討論過程度，你遇到任何變數都好，其實你都應該係揸住嗰3個評分標準嚟到去考慮你需要做啲乜嘢。咁好啦，講翻啲具體少少嘅例子先啦。乜嘢叫幫手帶好小討論呢？其實即係話一個圓滿嘅小討論應該係在場嘅所有考生都能夠將自己嘅立場，又或者就住條題目嘅要求，能夠好好咁去同人交流意見，咁就為之一個好嘅小討論。而同樣嘅情況就係一個好嘅小討論，即係每一個考生都能夠做自己本分。其實理想地嚟講，佢哋係應該每一位都有機會攞到5等嘅。咁好啦，咁但係之前我同你提過話會有好多唔同嘅變數，或者好多